我这个人不喜欢当备胎，要我就是要当正的，我绝对不可能当备胎。那当然，我这个人不喜欢当备胎，要我就是要当正的，我绝对不可能当备胎。市长他私下也有开玩笑还是认真的，我不知道啦，就是问我说要不要真的考虑先去当副市长，再去选市长，因为他认为说，先去当副市长磨练，这样子比较容易选上市长。所以如果黄国昌有意愿要选的话，我觉得柯市长可以考虑让黄国昌先去当备胎市长。我刚来选台北市长了。我都还没走，你们就人家哇，我这阿哥在嘴，你们都已经在想了，我是看看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，让他先熟悉一下市政。说不定大家觉得黄国昌做的不错，将来选市长也很有机会。因为我记得柯市长跟我举例，就是拿侯友宜来举例啦。因为我那时候就说，哪有人要选市长先去当副市长？他说侯友宜就是这样选上的，所以我觉得黄国昌可以考虑看看。他是在。我就说我才不要啊！就像我在那个质询台上所说的啊，我就说这个我没有要当备胎，就是做副市长嘛。我说要选就是直接选市长。那我自己的目标就是先选立委，立委选不上就选市长，市长选不上就选总统。那我自己的目标就是先选立委，立委选不上就选市长，市长选不上就选总统。当总统的副手你要吗？不可能，因为我还没有40岁，我要选我就直接选总统，我为什么要当副手？你们一直认为我是备胎吗？你还没有40岁吗？我还没耶，不好意思哦。真的可以剪吗？那你有没有意思是说，2020选战，你可能最大的目标还是可能就是赶回去立委？对，我希望就是目标当然是先放在我们内湖南港，能够争取就是立委的提名，然后能够把这一仗打好。那如果有机会，当然才会再往其他的方面去考虑。那如果连内湖南港其实自己的地方都没有办法顾好，其实也很难再往外扩展。那所以我们当然就是希望说，扎根基层是比较重要的。我是支持他先选港湖的立委啦。这个他应该如果选的话，是下一个先选应该先选港湖的立委嘛。那你